位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南投第二选区立委的补选。这礼拜六3月7日要来投票，双方的阵营拼尽全力来催票。民进党的蔡培慧一透早徛伫路口来拜票，针对外界咧传讲，伊若选无调，就会去做农委会主委。蔡培慧讲无这个代志哦，伊讲伊是南投人，会为南投来奉献，佮讲未来会甲选举的补助款。 全部拢捐予慈善机构来帮助弱势。若国民党这边咧，南投县长柯淑华请假3天，陪林明珍来走行程。林明珍落选。 南投立委补选，国民党候选人李明珍和中共董事长赵少康、各县长柯淑华同齐办活动邮票。上班时间，柯淑华无伫咧县府，乃出现伫咧选举活动的现场咧。选举剩下最后的3天，已经进入了这个最后的一个冲刺了。那因为我们南投县政府也最需要了解县政可以协助的立法委员，所以在这个最后的3天，我也特别的请假来为林县长这边林前县长做最后的一个选的冲刺。柯淑华强调，虽望甲县民请3天假，不过拄到重大代志，嘛是会等去县府指挥调度。李明珍嘛把握机会来跟对手蔡培慧，讲伊心无伫咧南投，甚至有传言讲蔡培慧这摆若是选无调，都真有可能会去安排到农委会做主委。台湾当农委会的主委，为什么会这样说？这个农委会的主委现在治得稳当，所有的人民啊，都希望他把农委会的主委换掉。 对李明珍的指控，蔡培慧讲无影，嘛讲伊是南投人，替南投伫咧拍拼，要去中央做农委会主委。佮讲到一世人做公益已经过身的玻璃单调阿嬷，会讲甲都袂调哭出来。他身体也不好，我去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他反而更担心我。我在陈楚阿嬷的身上看到女性的力量、支持的力量，以及义务奉献的力量。 补助款的捐款，我也会捐给陈楚阿嬷的2000套。蔡培慧强调，选举的补助款会全部捐予慈善机构。佢讲会参加补选是唔甘南投无伫咧发展，真侪代志林明珍做县长时该做煞无做，落任了后讲要退休，佮敢若替后生出来补选咖啡。补选的时间就要到，两边的阵营嘛愈战愈烈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